今日姊妹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1年8月18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01篇，在王记上卷第8章第1节到21节，马太福音第8章12节到21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是法利赛人以及希律的教。咱之前捌讲到教的概念。教会通讲是一个真大的影响，有好的，嘛有歹的。咱也摕到圣经中间耶稣基督所提到法利赛人的教，时常也佫有包括经学书，当然这是摕到负面无好的影响。今日不但是摕到这个法利赛人，也讲到希律的教。当然，咱知影是负面的影响，但是今仔日的经文甲咱讲搁较正确，也是讲搁较清楚的一个因素。阮都掠做耶稣，因为因无带饼来受气，但是因所无明白的是，耶稣真理的教导并毋是咧讲这个。伫即个经文内底，咱要对几个角度来思考带饼，也是讲饼的代志。第一个，咱来讲的是生命的饼。耶稣捌讲到，我就是生命的饼。恁的祖先伫旷野食过吗哪，嘛是死。对天顶降落来食物，互人食了就袂死。我就是对天顶降落来生命的饼。人若食这个饼，就要得到永活。我要享受的饼，就是我的肉，是为着世间人的生命所享受的。阮都袂明白，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饼，是上帝所对天顶享受的。法利赛人当然甲希律同款，因搁较袂通明白，也是讲搁较清楚来讲，因根本就无愿意接受。第二个对饼的即个记载，也是讲教示的中间，咱要来看到的是羊饲的主。耶稣基督提到即个以羊饲5000人食饱，也羊饲4000人食饱。安尼真正对门徒来讲，伊嘛是袂明白。伫法利赛人、经学师，或者是祭司以及希律，因所无愿意接受的，就是耶稣会通行神迹。特别是其中讲到羊饲4000人食饱，所剩落来的7人，这件事搁较是因无愿意接受的，因为犹太人认为外邦人是不配得到上帝的救恩。咱之前捌分享过即种的概念，就是新约所记载的，就是今日的经文所描述的，救恩是要临到以色列人，这个12人剩落来的饼。搁有救恩，也要临到外邦人所剩落来有7人。这是法利赛人甲因这的同伴所无愿意接受的一个新约的事实。这也是今仔日耶稣搁一摆提到的代志。这个救恩其实毋是犹太人的专属。第三个角度就是无明白救恩。其实这个饼并毋是真正喙咧食这个饼。耶稣基督甲门徒所讲的，恁为什么因为无饼就议论呢？恁还阁未醒悟，还未明白吗？恁的心还阁愚戆吗？恁有目睭看袂到吗？有耳孔听袂到吗？恁袂记得吗？我擘开迄个5个饼，互5000人食饱。恁收拾的零嘴啊，
拢总第几篮啊呢？文图讲12篮。佮掰开7个饼，互4000人食饱，恁收拾遮个冷水装满几个篮呢？伊讲7个。耶稣讲：恁还佫未明白吗？其实，这个就是咧表达上帝的救恩福音是普世，是互全世界，毋是遮个特定的犹太人，或者是讲基督徒的。咱真侪时阵，咱看当迄个外表所看会到的，就亲像耶稣基督捌讲过今仔日的经文嘛讲着，恁有目睭看袂到，有耳孔却听袂到。亲像伊问讲，恁还佫是未明白吗？或者是讲，恁还佫无看到救恩吗？还佫毋知影救恩是要互甚物人的吗？当所罗门起好圣殿了后，将这个约柜迎旨入去伫圣殿的时阵，有云彩充满伫圣殿，含祭司徛的所在也无。但是对因来讲，因所看到的是迄个灿烂、真光显的圣殿的建筑。是毋是因为安尼，咱看袂到圣殿真正的意义吗？上帝临在的所在，搁较是上帝甲上帝建立关系的所在，还是人甲人建立关系的所在？是人来听叹上帝律法的所在。如果咱拒绝相信，拒绝救恩，拒绝实践咱的信仰，却敢若穿甲安尼真正宗伫店边个安尼真东方富丽的圣殿敬拜上帝，咱就诚做法教的法利赛人，法教的希律啊。相款的，面对目前世界疫情的失控，教会发展的困境，基督徒应该爱用甚物款的态度来面对呢？法利赛人式的一种自义，也是讲咱要爱诚做一个会通实践信仰、做好自我防护、帮助其他的人，甚至伫福音的工作顶悬，咱诚做迄个会通接纳其他杳有未信的人来入来，甲咱做伙敬拜上帝的人呢？求主来帮助咱。